係一年四季都手腳冰冷㗎。夏天響冷氣嘅地方，要着返件羽絨，夜晚開冷氣瞓嗰陣，你直頭想冚返張棉胎添。冬天到咗，你着到成隻粽咁都完全唔暖咯。晚黑唔開暖氣或者冇將電暖氈，你簡直凍到抽筋，瞓都瞓唔到。或者明明瞓到晏一晏都係覺得勁攰，個人仲要呆呆滯滯咁嘅添。如果你出現呢啲狀況，咁好可能唔係你着得唔夠，或者純粹怕凍咁簡單咯，而係你個血液循環系統發緊個警報俾你啊！好多人一講促進血液循環，第一時間就會諗到食啲辣嘢，飲杯薑茶或者整個紅棗桂圓糖水飲下，甚至會去飲啲酒嚟暖下身添。但呢啲方法係唔係真係有效㗎？會唔會有邊啲只係會俾到你短暫嘅假暖，甚至會令你越食越怕冷嘅呢？今集節目我哋會去破解暖身嘅三大迷思，同埋會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幫到你由內暖到外之餘，仲可以真正促進到血液循環，改善手腳冰冷嘅問題㗎。記得先幫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嗰啲一年四季都話凍嘅朋友仔睇啦。完成咗，我哋就即刻開始㗎啦。大家好，歡迎收睇營養快訊，我係 YY，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過去15年，從協助學術研究、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一句講晒，最緊要快樂，活在當下，享受人生。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喺呢個系列，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唔講咁多廢話啦，即刻去片。你有冇試過講俾朋友知你手腳冰冷？佢梗係會話你寒底啦。其實都唔一定㗎，反而好可能係血液循環出咗啲問題咯。我哋先了解一下個原理先。當身體受到壓力，能量又唔夠，或者血管收縮嗰時，血液會優先供應俾心臟同大腦嘅，手腳自然就會變得冰冷咯。而呢啲遠端肢體血液循環不良嘅情況，好多時都係因為血管過度收縮、貧血、甲狀腺功能偏低，或者營養攝取唔均衡，搞到肌肉量不足所致嘅。血液循環好嘅話，就可以將氧氣同營養運送全身，同時帶走啲代謝廢物。但如果循環變差呢，細胞就好似收唔到快遞嘅住戶咁，營養入唔到去，垃圾又出唔到嚟咯。要改善血液循環問題，有一個關鍵詞，你唔可以唔識㗎，佢就係一氧化氮啦。佢唔係化學毒氣嚟嘅，佢係我哋血管內皮細胞自然產生嘅分子，係身體送俾你嘅天然血管鬆弛劑嚟㗎。佢可以令到你血管平滑肌放鬆同埋擴張。試諗下，原本好逼嘅單線道血管，係一氧化氮嘅作用下變咗成三線道喎，血液自然流得順暢啲，熱量都可以快啲到你嘅四肢啦。好，係唔係好想知有啲乜食物可以增加體內一氧化氮水平嘅呢？咁就一定要睇晒呢條影片啦。一句講晒，手腳冰冷，其實係身體響度提醒緊我哋要關注血管嘅彈性同血液嘅品質咯。透過補充合適嘅營養，我哋就可以主動咁改善循環，而唔單單係被動咁為咗取暖咯。講到一啲可以幫助我哋促進血液循環，食完你又會即刻暖粒粒嘅嘢食，第一時間係唔係諗到啲會令你邊食邊冒汗嘅辛辣嘢呢？特別係冬天，天寒地凍，麻辣火鍋應該都係唔少人至愛嘅選項嚟咯。再嗌翻杯酒飲下，唔止暖身，直頭自動發熱添啦。定係你會覺得寒氣重，黑糖薑茶飲完一杯又一杯，桂圓紅棗糖水滋潤又補身，食完一碗又一碗。你係唔係都係咁㗎？咁呢啲傳統嘅方法係唔係真係有效㗎？而家我哋就一齊去拆解呢啲暖身嘅迷思啦。首先講下辣椒先。辣椒裏面嘅辣椒素的確會刺激血管擴張，令你面紅、心跳加快、全身發熱。但辣椒素只係會令你產生短暫熱感嘅幻覺，而你嘅核心體溫其實係冇真正升高過喎，甚至因為出汗、散熱加快之後反而仲更加冷添。另外，辣椒素會刺激交感神經，令能量消耗短暫咁上升，但係對改善貧血或真正嘅循環問題幫助好有限咯。而如果對有胃潰瘍、腸胃敏感、胃酸倒流問題嘅朋友嚟講，食太辣反而會造成身體壓力㗎。所以建議都係揀啲溫和又持久嘅辛香料會比較好，例如薑、蒜、蔥、肉桂呢啲，刺激性低啲，亦都比較適合長期調理咁嚟用咯。跟住落嚟要講嘅係一個最危險嘅暖身誤解。好多人一飲酒就覺得即時全身發熱，但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危險嘅錯覺嚟㗎。首先，酒精會令皮膚血管擴張，然後就將溫熱嘅血液由內臟帶到去皮膚表面。
結果你咪會即時感覺暖咗咯。但實際上酒精係響度加速體熱嘅流失，喺低溫嘅環境下更加會增加你失溫嘅風險㗎。而且長期飲酒仲會損害血管內皮功能，影響正常循環添。所以酒精絕對係假暖嘅騙子咯，不單止暖唔到身，反而可能搞到你手腳冰冷嘅問題加劇添㗎。最後仲有啲好普遍、好常用嚟暖身嘅補品或者熱飲，好似桂圓紅棗糖水咁。喺傳統中醫嘅角度，呢啲屬於溫補嘅食材。而現代營養學都指出，紅棗含有豐富嘅鐵質、維他命 C 同多酚，的確可以幫到我哋改善缺鐵性貧血所導致嘅循環不良嘅。但要留意嘅係，如果你手腳冰冷唔係因為貧血嘅話，效果就好有限咯。適量咁食絕對冇問題嘅，但就唔好期待可以即時改善到循環嘅問題啦。再加上市面上賣緊嗰啲即沖即飲嘅桂圓紅棗茶，甚至係薑茶，佢哋多數含有唔少嘅糖添，而實際上鐵質含量又遠遠唔及紅肉或者內臟，反而好容易令你攝取過多嘅糖分。所以都係要小心揀選同控制分量咯。其實正如一開場所講咁，要真正暖化到你嘅血管，咁一氧化氮就至關重要啦。要令到啲血液流動得更順暢，血管就一定要先放鬆得到。而家就嚟睇下有啲咩食物可以幫助製造一氧化氮呢種天然血管鬆弛劑㗎啦。首先要推介俾大家嘅就係紅菜頭啦。有研究顯示，紅菜頭汁有顯著增加血液裏面一氧化氮嘅濃度㗎，因為佢含有好豐富嘅無機硝酸鹽，呢樣物質入到身體之後就會轉化成一氧化氮，幫助我哋血管舒張，所以降血壓嘅效果都好好㗎。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抗拒紅菜頭嗰陣味嘅話，一啲亦都含有硝酸鹽嘅深綠色蔬菜，好似菠菜或者羽衣甘藍咁，都可以作為替代選擇嘅。跟住另一推介就係濃度達到70%以上嘅黑朱古力咯，佢有豐富嘅可可黃原醇，可以刺激一氧化氮生成㗎。同時呢啲成分亦都有效保護到我哋血管內皮，幫助降低動脈硬化嘅風險添。仲有一個可以刺激到血管擴張嘅推薦食物，應該都冇人唔識佢㗎啦。佢就係我哋傳統嘅代表生薑咯。生薑會抑制血小板聚集，促進血液嘅流動，而且薑加熱咗之後會產生薑氣氛，暖身效果更持久㗎。除咗呢三大獨立推介之外，跟住落嚟就係綜合嘅介紹啦。要促進血液循環，解決手腳冰冷嘅問題，淨係單靠一氧化氮呢種天然血管鬆弛劑都未夠嘅，最好就加埋啲輔助工具幫手助下工咯。有啲微量營養元素都好重要㗎，好似鐵、鎂同埋維他命 B 集呢啲。首先，鐵質係製造紅血球嘅核心，缺乏鐵，帶氧能力就會下降，身體自然會凍啦。嗱，如果有缺鐵性貧血嘅朋友就更加要注意補充啦。紅肉、肝臟同蛋黃都有好豐富嘅鐵質㗎，如果配合埋維他命 C 嘅食物一齊食，吸收率仲會高啲添㗎。而鎂同維他命 B 集，佢哋係代謝嘅助燃劑嚟㗎。補充足夠嘅鎂，可以幫助血管放鬆之餘，對於改善末梢循環都有好顯著嘅功效㗎。所以手腳冰冷嘅朋友就要特別留意啦。含豐富鎂嘅嘢食就有全穀類同豆類咯。而維他命 B 集，特別係 B1 同 B12，佢哋係能量代謝同神經傳導嘅關鍵，運送氧氣，等啲血管可正常收縮同埋製造紅血球都係靠佢㗎啦。食物嘅選擇就有全穀類、瘦肉同蛋類咯。所以話呢，如果長期節食，唔食澱粉，又唔食肉，冇啲優質嘅蛋白質，肌肉量少，產熱能力自然差啲，就更容易手腳冰冷㗎啦。關於微量營養元素，好多人都中意透過補充劑去攝取，雖然都可以嘅，但就唔建議依賴補充劑咯。如非必要，都係從天然原型食物度吸收就最好啦。啊，差啲唔記得，最後仲有好重要，要保護心臟健康就一定唔可以冇咗佢嘅優質脂肪酸奧米加3咯。佢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同埋保持血管壁嘅彈性，防止血管塞車㗎。響呢度特別推介嘅就係亞麻籽啦。亞麻籽除咗有好豐富嘅奧米加3之外，佢仲提供咗維他命 E 俾身體，幫你保護血管免受自由基嘅攻擊㗎。而平時成日講嗰啲含有豐富油脂嘅深海魚，好似三文魚、青魚咁，都係唔錯嘅主菜選擇嚟嘅，可以降低血管發炎㗎。要個身經常保持溫暖，最重要嘅一點，一定唔可以唔記得嘅，就係保持充足水分咯。脫水會令到啲血變得好結，流動就會減慢，循環就會變差㗎啦。所以即使喺冬天，每日都要飲夠水啊，最好飲暖水，少啲飲凍飲啦。
再加埋均衡飲食同日日做下運動，咁你就真係可以由內暖到外嫁啦。跟住俾個一日暖身餐單示範，大家可以參考下啦。早餐可以飲杯加咗亞麻籽嘅熱豆漿配調香蕉，同埋食到幾粒核桃仲好添。午餐煮個兩餸飯，薑汁炒雞柳或者瘦肉，同埋蒜蓉炒菠菜，再配翻個糙米飯，咁就飽晒啦。下午茶口痕嘅話，咁就食兩三格黑朱古力，如果覺得凍，仲可以飲翻杯少糖或無糖嘅熱肉桂薑茶添。晚餐就食條日式味噌燒青魚，再焗啲紅菜頭南瓜咁，加埋啲鷹嘴豆去配搭個雜菜沙律，一齊食都幾好噶。血液循環好，氣色自然好。喺影片結束之前，都有兩個問題想問下大家嘅，我哋就嚟做個小統計啦。首先，想了解下大家知唔知自己係屬於邊一類型嘅抗寒屬性嘅呢？而家就響留言區揀一個你最接近嘅狀況話我知啦。嗱，睇睇邊個最似你嘅。嘿，一年四季都手腳冰冷。B， 只有壓力大或者唔夠瞓嗰時先會覺得凍。C，女性經期前就特別明顯。D， 只有響冷氣房或者冬天溫度偏低嗰時先會有冷嘅感覺。E，循環極佳，一年四季都保持到溫熱嘅。好，揀唔揀到呢？揀咗我哋就睇下今日推介嘅暖身食材有冇邊樣你最想試或者你成日都食嘅呢？都記得話埋俾我知啦。一，紅菜頭。二，黑朱古力。三，生薑同肉桂。四，亞麻籽。而家就快啲睇睇屋企有冇呢啲食材，冇嘅話，今晚就將佢哋放入去你個購物清單度啦。最後，如果你有啲獨門嘅暖身秘方，記得都一齊留言話埋俾我知喎。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請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埋俾朋友，並且訂閱我嘅頻道，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多謝收睇，我哋下次見。